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7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天有什么新闻重点。好事多又有一批冷冻蓝莓，防验到有 A 型肝炎病毒污染，小数暂停受理好事多进口所有莓类1个月。NCC 今仔早起审查镜电视负责人变更甲上架案，在野党团强烈抗议，要求爱马上停止审查。人工智慧支付新盾失掉谷歌的工课，嘛经过 AI 过度开发，会造成人类的危险，呼吁需停止研发。新闻一开始来看，好事多未受到 A 型肝炎病毒污染的冷冻鱼，引起消费者的惊吓。卫生福利部部长施水元早起伫立法院证实讲，小数又搁伫边境查到一批好事多对美国进口的蓝鱼，嘛验到 A 型肝炎的病毒，已经要求好事多暂停所有鱼类进口1个月。Costco 进口的冷冻梅果，互人验出有 A 型肝炎的病毒，毋那一件。卫生部长谢水元昨三早起伫立法院证实，小数几工前伫咧边境验出 Costco 自美国进口的蓝莓有 A 型病毒，所以紧急下令小数暂停 Costco 所有梅果类的输入。冷冻蓝莓的这产品是在边境被我们检测出来的，所以我才说那就暂时停止那个好事多了这些莓果的进口。针对外界质疑，美国伫咧发布警讯了，咱国小数前10几天才公布调查的结果，和不知情的消费者食更加侪被污染的莓果。对此，谢水元讲，这是事实的问题。美国迄边有问题的莓果并无输入台湾，不过小数是启动后市场检测，才发现 Costco 自智利进口的莓果也有问题，边境加强查检，又搁发现2批无合格。最终会针对所有进口的莓果产品，提高边境抽验的比例到10%。对于各国的莓果类，其实我们都把它的那个抽验的强度拉到最高，就是一般的抽批大概就是10%嘛，它是2到10，那我们就抽到最高的这个10%的这个部分。谢水元强调，这批美国输入的蓝莓伫咧边境就被查到，并无进入社区，会暂停 Costco 输入莓果1个月。所来看 Costco 提出内部的调查报告，调查污染的来源，才决定当时当重新开放进口。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主持媒体人盛德如台沿的不动产借贷媒合平台 IN.B 传出讲，这平台的负责人已经落跑，违法迄金25亿，受害者超过5000个人。这平台向投资人强调讲，一档至少有12%的利息，也毋过最近却向领袂到利息。今仔有真侪投资者是出面指控，要求金管会甲检调爱侦办。也就是他根本就是用虚假的债权来骗取我们这些信任他的投资人。亲像陈先是安尼，伫不动产借贷媒合平台 INB 买借款投资，未受拢总乌有去的已经有上千人。受害者遭助救会，小联社出面控诉，案件数量是直头增加。联络了业务呢，就发明了新的一个私底下的方案，好比说你是 VIP， 折让20%，我就把本金还给你。对，然后可是我那时候就疑问点说，我是投资者，我为什么要折让？钱还未出来，搁咧画拍拉欠，要求受害者来配合。INB 伫2015年成立，采 P2P 模式，专门媒合做二体房贷。前几年看到运作真正常，不过却是为2019年开始出问题。本金甲利息慢慢摕袂转来，最近找投资人开说明会，业务主管无按算要解决问题，态度颠倒是真唱秋。我再讲一遍，如果你们要把我当共犯，请在出这个会议室之后再做这个态度。目前平台95%的债权是假。INB 的行为除了向指控是诈骗，嘛防质疑讲是违法借钱。不过，这类 P2P 的平台，政府机关会当由什么人来管理？金管会主委黄天木伫初三回应讲 ，P2P 无属于金融业，金融评议中心被受理相关的申诉。它是属于因为民法上的民间借贷是民法规范的事项，所以这个不是属于金融业，尤其银行法只有管存款是不许，没有说借贷不行啊。所以它是一个不是金管会的特许事业。目前已经由台北地检署指挥刑事局的侦缉大队在积极的侦办当中，被害人报案的部分那可以直接到我们刑事局的侦缉大队这边来报案。今嘛受害者愈来愈多，警方嘛小连续接到通报，
即马相关的案件嘛，统一由刑事局侦缉大队来负责。不过 IMB 自救会讲，整体损失超过25亿，敢无法度讨倒来，恐惊是无遐尔简单。记者综合报道。有真侪民众找头路说防诈骗，刑事局的南部打击犯罪中心最近是对高雄的日租套房救出10个防监禁的受害者，因拢是因为找头路，也毋过说防关起来，要求讲爱提供银行的口座，等下车手去甲诈骗的钱领出来了后，才放人。最近嘛发现讲诈骗集团伫人力银行的网站用真好的条件，请人来应征。也毋过哦，若是做无到半当，说要求讲爱赔几10万块，才会当离职。来到高雄日租套房10个被害者陆续防救出来，因拢伫咧面册纠结防骗，防扣了手机、小铺，还佫有提款卡，而且限制行动。总共10只手机。佫有6个人防骗去柬埔寨做诈骗，警方找到中介民众的嫌款徛假，发现诈骗集团最近的手法是找人伫咧人力银行。刊登广告，而且打出着当地做工课的相片、宿舍的相片，互求职者相信，甲因讲每一个月赚5万到16万块，毋过爱签约半当。真侪人出国了后发现防骗，想要回来台湾，佮爱付15万到28万的赎金。这一些人力银行他们自己也会发现，可能是接到民众的这个检举，他们也会发现，他们也会下架。那当然，我们在发现他没有下架的时候，我们会以公文立即发公文给这些人力银行，要求他们下架。那这些人力银行也马上的下架。警方表示，人力银行接到通知是诈骗集团所登的广告已经随家刻落来，嘛会行文要求着人力公司着爱严格来把关。伊嘛提醒民众伫咧海外要找头路限制真济，要找头路进前爱加探听，看到薪水真悬的工课，更加爱详细来了解。记者王刘婷台很困局报道。来看美国有25间军火商来台湾访问，办公甲台湾合作无人机甲弹药。早起访问团嘛出席台美国防产业合作论坛。美台商会会长韩立撇是指出讲，双方的伙伴关系甲信任是真重要的关键。已经退休的美国前太平洋陆战队的指挥官鲁德是强调讲，世界上无比亚太地区愈较重要的区域，美国无希望发生冲突，会来帮助台湾提升国防的实力。美国25间军火商来台湾，要找合作的机会，强化台湾无人机产业的量能。第三出席台美国防产业合作论坛，美台商会会长韩如碧讲，这个论坛建立伫东亚关系甲信任两大关键，会持续扩大台美军事合作。美国前太平洋陆战队指挥官，也就是退役中将鲁德强调讲，世界上无比亚太区域更较重要的所在，透过协助台湾国防自主，打造供应链。在国际领域帮助台湾。That are most dear because of the island nature of Taiwan is a supply chain, sustainment, supply and sustainment resilience. Is here to talk about partnership with Taiwan industry on the basis of trust that wasn't accumulated yesterday or over the past week, but that has been built over decades of working together. 台海情势严重，陆德讲，美国无希望地区发生冲突，透过帮助台湾提升国防实力，阻挡中国入侵。国内业者表示，台海地缘政治有紧迫性，中国军方扩大铺设地带冲突，台湾需要更加侪产业合作，应用无边防作战。台湾的工业实力，那么受到我们的美国盟友的重视，而我们的在国防上面的工业合作，将会对于巩固第一岛链，对于巩固台美之间的集体防卫体系是一大的要紧。外贸协会指出，国防工业是台美合作的关键领域，台湾会当加做全球国防可靠的谈判。不过，军火商即届访问台湾，却有部分的人士误解做是要做军火的买卖，引起争议。论坛外口有统派团体抗议，指控美国战争犯啊祸害台湾。学者表示，台美爱达成军事合作，国内产业爱赶紧提升实力。记者综合报道。台湾友邦巴拉圭总统当选人潘尼亚伫接受日本媒体访问的时表示讲，因完全未想要甲中国建交，嘛强调讲伊就任了后会维持甲台湾的邦交，继续为台湾发声。咱国外交部长吴钊燮是表示讲，对巴拉圭新政府非常的期待。另外，美国亚太助理国务卿康达是讲，全球拢真关心台海和平稳定，嘛强调讲，这毋是中国的内政议题。
台湾的友邦巴拉圭总统大选的结果，由主张友台的执政党获选。当选人帕尼亚透过推特回复咱总统蔡英文的祝福时阵讲，巴拉圭将会继续加强两国之间的历史性兄弟情谊甲合作关系。帕尼亚伫咧接受日本朝日新闻专访时阵也讲，甲中国建交完全无吸引力。伊就任总统了后，巴拉圭唔但是要甲台湾继续维持邦交，也要伫咧国际社会替台湾讲话。也对我们的恭贺有很正面的这个回应。那我们对未来在8月15号就任之后的这个新的政府我们是充满期待。巴拉圭伫8月中要举行总统就职典礼，传讲咱副总统赖清德会代表参加。外交部长吴钊燮讲，抑阁伫咧规划，也未确定，无适合对外公开。不过，这边巴拉圭大选，国安局有观察到中国操作的分裂真明显，想要打压台湾。这么中国的威胁拢无停，美国亚太左倾康达讲，台海和平稳定，全世界拢真关心，并不是中国的内政问题而已。美国除了对台湾军售，也替台湾建造国际空间，真全力维护台海和平。Taiwan ought to participate meaningfully, not just in ICAO, but in many other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given Taiwan's important role in global affairs and global economy. 康达也重申，美国伫咧两岸局势立场甲美国的一中政策，40多年来拢无改变。美国支持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反对任何一边片面改变现状。另外，美国这个月底将会伫咧东加设新的大使馆，这是美国加强伫咧太平洋地区的外交存在，来对抗中国愈来愈大的势力。记者综合报道。亚洲开发银行 ADB 年会今年伫韩国仁川举行，咱国的财政部长曾翠云冇带团出席，也毋过因为中国施压，咱国的名称嘛是互大会叫做是台北 China。有立委就呼吁讲，咱国应该爱拒绝出席这种项 A 化的会议。外交部是表示讲，会继续要求爱改名。ADB 第56届理事年会伫韩国仁川举行，中韩日3国的代表进行交流。韩国的财长伫咧致辞时阵讲，伫当前的世界经济状况之下，中日韩3国合作变作更加重要。因为咱台湾今年由财政部长曾翠云带团出席，因为中国施加压力，汇集犹原是台北 China。外交部表示会继续表达抗议，要求改名。历年亚银年会期间，我代表团均向亚银的高层以及各会员国严正重申我国的立场。外交部也将配合协助主办机关财政部继续向亚银要求更正。1966年成立的亚群是亚洲重要的经济发展机构，咱国是亚群的创始会员国。不过，亚群伫1986年通过中国入会，伫中国的压力下。咱国会籍的名改做台北 China， 迄当阵为了要表达抗议，咱国曾经暂停参加年会。到1988年，迄当阵的总统李登辉总统主张不惜参加，结果出席。不过，伫咧桌仔顶有放一个牌仔写抗议，呼吁财政部相关单位应该拒绝出席这种矮化的场合，改以其他方式跟其他国家交流，同时也希望外交部等单位协助。避免跟中国香港一样被混淆成中国的一部分。伫说咱国历年来争取正名的过程，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予中国了，香港伫咧亚洲银行的会籍改做 Hong Kong China。咱国抗议台湾甲香港无同，亚洲银行就甲咱国修正成做台北 China， 倒电后壁无一个空格，甲香港做出分别，只是依然有中国一字。外交部表示会会同财政部继续向亚洲银行要求改名。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南市议会前议长李全教最近参加大台南妇女会母亲节活动的时，宣布讲要参选台南市第4选区的立委选举，挑战民进党现任的立委林怡景。李全教是讲伊长期受到赖清德的政治迫害，望利用选举来行义清白。嘛会认真来有关总统大选国民党的选情。昨日暗时，台南市议会前议长李全教伫咧群组表示，伊要投入选举，请亲戚朋友甲斗邮票，而且前一暗参加大台南市妇女会母亲节活动，嘛当场表示伊要参选台南市第4选区的立委选举。
记者初三早起要向李全教纠正，电话是拢敲袂通。不过，甲李全教较有往来的国民党议员是真乐观咧看待这件代志。就是说，考量到我的身体状况，是不是说可以推更有利的人来参选？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本人也很高兴。那呢，乡亲呢也很期待，就是说全校能来参选，就是永康、新化跟新市的这一区。顶一届挑战港选区的现任台南市议员林彦竹，因为身体状况决定无要争取连任。若是李全教出来参选，就会甲民进党的立委林义景对决。那林义景表示，李全教进前打因为有贿选前科，要担任国民党的选测会引起争议。今麦阁要代表国民党来参选，是互伊错一条，不过嘛强调伊无咧惊。我尊重国民党的决定，以及李先生参政权的同时，也感到讶异。无论对手是谁，我林义景都会拿出最高标准，做足最好的准备来面对选战。李全教参加妇女会活动时阵表示，过去做台南市议长时阵受到偌清德的政治迫害，所以要透过这届选举替家己讨回清白，嘛是希望会当帮助到国民党的选情。针对李全教进前因为贿选的案，互人判刑9个月，褫夺公权3档。目前李全教是已经坐假出来啊，褫夺公权的判决嘛到2023年1月为止。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美国联准会按算伫台北时间初4的透早宣布利率的政策，市场认为讲这有可能是美国联准会今年做上尾一届升利息，有可能会升一码。所以，昨美国股市4大指数拢收乌，今仔台湾股市伫盘中嘛落超过100点。美国联准会伫要公布上新利率的决策，外界预估可能起利息一码来压制通货膨胀。不过，台湾中央银行敢会得咧起利息，也要观察。不过，有专家认为讲，美国联准会起利息可能会冲击全球的经济。他会希望在升息的情况，美国经济还是可以软着陆啊。那对全球来讲，当然这个升息的压力就会造成，特别是开发中国家的压力非常大。对于这个整个经济的正面来讲，其实是没有太大的帮助。受到美国联准会可能会起利息的影响，互真侪陷入困境的银行是头壳摸咧烧，银行股各一届大落。加上市场烦恼经济衰退，初二美国4大指数收盘拢呈现低气压，亲像道琼工业指数收盘是大落367点，标准普尔指数落48点，纳斯达克指数甲费城半导体指数收盘是拢落。受到美股落的影响，初三台股的表现是呈现开低走低，开盘是15629点，抹到106点。显示台股嘛较弱啊，应该是今年的最后一次升息了哈，而且呢，在下半年大概就不太会再升息了。买超的这些的这个外资呢，现在已经开始是卖多买少了，就出多进少了哈。似乎呢有这个逐渐撤退的迹象，所以我想这个也是影响大盘走势一个最主要原因之一。针对美国联准会暴力起利息，就算成功压制通货膨胀。不过，却受经济陷入真无稳定的情形。就连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嘛发文呼吁唔通阁起利息啊，若无恐惊会面临更较严重的衰退。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今仔审查个人资料保护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国发会表示讲，非公务机关的行政罚金会对上至20万提悬到1000万哦，可以当连续处罚。也毋过，立委是认为讲诈骗的源头无法度管制，就无法度防止诈骗。伫网络买物件是省时间佮利便，毋过这种生意嘛，去互诈骗集团有通找空找芳。刑事局公布今年头一季高风险的卖场，排头名的都是黑皮网络平台。考虑各自外泄的记录，立法院再起审查各自法。国发会提出甲非公务机关的行政罚款，为上济20万提悬到1000万。法条最高是只有罚20万，所以您知道欧盟的个资法的罚款最高是罚2000万欧元。如果罚得太高的话，就变成很多中小企业一罚就倒。那1000万呢，可以按次罚，好，如果没有改正的话，就一直罚。包括电商平台、租车各自外泄、网络册店诈骗，各种形式的诈骗是百款。但政府认为讲，诈骗的源头唔管制。政府干那伫尾仔咧罚钱，永远是治标无治本。另外，目前个资保护分散伫咧各部会，所以筹备当中的个资保护独立机关筹备处进度嘛受到大家关注。
要成立这个委员会，是不是？是的。那现在的进度呢？委员会的组织法赶快做设定，然后并同第2阶段的这个各自法修法一并送到大院了。我们会将所有的机关的各自都汇整到这个委员会。这个修法对公务机关的监督、监管、甲团体诉讼的条件，敢会做调整等等，拢无加说明，引起侪立委的不满。因认为讲上较要紧的问题拢无解决。国发会回应讲，因为涉及刑事司法审判权，也阁需要甲各界来沟通甲评估，希望列入去后一个阶段修法的议题。记者综合报道。NCC 今仔早起审查镜电视负责人变更案甲上架案，有风声讲 NCC 应该是会通过，所以今仔早起时代力量的立委陈椒华去现场抗议，要求停止审查。国民党团嘛冲击 NCC 的会议室，甲主委陈耀祥的办公室抗议，嘛甲保全发生冲突。行政院是表示谴责，嘛呼吁政党应该爱停止干扰独立机关审查的行为。甲保全发生肢体冲突，国民党立委初三早起，本来要伫咧立法院质询 NCC 主委陈耀祥，尾后发现伊请假，因为 NCC 要办审镜电视案件，陈耀祥将会出席，因为团讲会议会通过专案，引起南京不满，直接自立法院冲到 NCC 会议室，又搁转到陈耀祥的办公室外口抗议。禁止民意代表能够列席，能够确认他的审查是合法有序的，就是因为黑箱，就是因为见不得光。陈耀祥主委，你还是被北检调查中，并且是列为渎职的被告，还要主导强渡关山，把其他委员的意见当成是耳边风的话，国人没有办法接受。若是南京抗议 NCC， 唔通因为政治力和镜电视案件过关。时代力量的立委陈椒华是伫 NCC 门口抗议，要求 NCC 停止审查，卖无参立法院交通委员会进行所做的决议。我觉得今天真的是 NCC 非常可耻的一天。他们不愿意被监督，他们难道有作为独立监督机关的资格吗？因为南洋立委大动作的抗议 ，NCC 审查委员会无法度开始，也无确定初三是毋是人照其举行。行政院对于南洋立委强行撞入去 NCC 做了审查会议的行为，表达严正的谴责，呼吁政党停止干扰独立机关审查的行为。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移民署的台中专勤队查到一个伫中华的菲律宾的移工，既然咧做组头，互共乡的来签牌哦，佮真做是地下钱庄，互共乡来换钱，已经向以上发办咯。移民署专勤队员来到嫌犯伫咧中华宿舍搜索，查出签缴的下铺资料，了后，佮伫柜仔找到大台现金。原来这个嫌犯毋是干那做签缴的组仔头，也佮有做非法的地下汇兑。帮人家汇的，帮忙汇。这是别人的钱。对，别人的钱，他要帮忙汇回去，因为昨天领加班费。这个菲律宾籍的嫌犯伫咧中华做制作业的期间，毋过因为疫情期间薪水减少，转做入面册招大量的共乡加入去好友，结果以台湾采管的特别号做路途的标准来设缴局，找共乡来签缴。那如果押中了特别号，就会有4000块到11000的获利不等。那他在从中来谋取不法利益。专勤队也查出嫌犯是以替共乡汇款等于故乡的名义来做地下汇兑，为中来赚汇差和手续费，谋取他的汇差跟赚取手续费，那比一般的银行啊或者合法的商店来得便宜。专勤队表示，嫌犯做组仔头有2年，上无有35名缴客签缴，累计过去的缴销有大票430万外块。不法的利益提超过115万。虽然伊是以合法的身份伫咧台湾做工课，毋过做不法的签缴和汇兑，移民署会以涉嫌跋缴罪甲违反银行法甲伊上班。记者台中报道。来看台中一中有高二学生哦，因为学校办活动做海报，伊用化学元素的组合来调色原住民，引起批评。校长昨嘛向原住民会室内表示讲愿意接受处罚。早起有立委是表示讲，伊嘛有接到原住民家长的投诉，讲囡仔伫学校受到霸凌，要求教育部来调查。
有人竟然用化学式钢印的称呼去警惕原住民，实在真超过。这是台中一中2年的学生为着学校园优惠摆档要卖饮料所做的海报，这也引起偏向族群的严重争议。就是看得非常的难过。20多年前的时候，就有学生因为歧视性的言语被围殴致重伤。这次的事情出来，我们只想说，这个20年还要持续多久？虽然园游会迄天的饮料名都已经改正，主任和校长嘛出面回释的，校长也讲愿意承担所有的责任，接受处罚。不过立委吴丽华找3指控相关单位的回应拢无及格，更有原住民学生的家长တင်證講，海報事件發生了後，囡仔互同學入入去咱的群組受人踢笑，退出了後也閣互人硬甲加入去。我们的原住民孩子不敢上学，因为他们在学校被拉群组，被进去辱骂、取笑、嘲弄、霸凌。吴丽华讲，一中的原住民学生唔知要安怎面对这款无友善的对待，学生时不时都要面对这款霸凌甲偏向，伊就要求要马上调查追究责任。请台中市政府教育局必须严正的督导学校，依据校园霸凌防治准则去启动相关的调查以及处理机制。教育部表示，已经启动相关调查，会发函予全国，全面禁止族群歧视。台中一中的校友嘛讲，虽望校风自由，会当自在展现创意甲活力，不过嘛袂当去伤害无共族群甲无共性别的人。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香港政府将公布新一届区议会改组的方案。后一届的区议会只保留2成的名额直选哦。未来所有要参选的议员，拢会以爱国者治港的原则，先来进行资格审查。香港特首李家超伫完善地区治理建议方案记者会顶悬，以政治控制控年开始，大量区议员做出违反区议会职能的行为，有区议员危害国家安全、鼓吹港独、反对香港国安法等，也有大量议员拒绝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香港主权国等，300外个议员因此被取消资格。从原本479名议员，到即马敢若剩1/3，也就是146名议员，这个情况袂当接受，就要复回正班。為確保國家安全同埋全面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區議會將會引入資格審查制度。所有議員，無論係從邊一種渠道要成為議員，都需要透過資格審查機制確認佢哋嘅資格。新方案該直接也是間接的委任議員，主導保留20%的直選議席。2019年反送中了後，北京當局開始替香港區議會改制鋪路。2020年國安法，2021年選舉制度改革小耍產生。First of all, I do not agree that pure counting election votes mean democracy. I think different locations, different countries, different places have their own systems. So what is good for Hong Kong has to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of what happened in the past and what we will be facing in the future. 香港區議會1982年頭屆引入直選，1997主權移交，直選的比例豆豆增加到即馬94%，委任制嘛佇2016年完全取消。2019年11月區議會選舉投票率71%是歷史新高，泛民主派摕到8成6個議席。即馬初二公布新方案，被認為是就算民主派得到參選，未來佇個直選贏大量的議席的困難度嘛會增加。公司新聞黃雲玲編譯。来看人工智慧之父辛顿宣布，讲要辞掉伫Google 的工作，伊嘛针对 AI 科技提出警告，正烦恼讲过度的开发会造成人类的危险。伊甚至呼吁讲，应该爱随停止研发。伫咧咱即马享受 ChatGPT 所带来方便的时阵，人工智慧 AI 上早的开发者，被人叫做 AI 教父的英国科学家辛顿，所伫咧纽约时报讲。若继续发展 AI 是一条危险的路，伊甚至正后悔家己当初的研究。What do we do to mitigate the long-term risks of things more intelligent than us taking control? Things like GPT-4
eclipses a person in the amount of general knowledge it has, and eclipses them by a long way. In terms of reasoning, it's not as good, but it does already do simple reasoning. And given the rate of progress, we expect things to get better quite fast. So we need to worry about that. 75岁星盾2012年，甲2个学生开发出，互电脑透过影像判读甲机器学来练出实体物件的神经网络系统，研发出主卖 AI 开讲机器人的技术。伊自2012年开始负责 Google 的 AI 核心技术开发工作。经过10年，伫全世界科技专家大家做力合作之下 ，AI 的发展速度正紧。不过，星盾宣布要退场，理由是 AI 若是互社会同患者掌握，效果是不堪设想。伊接受访问时阵就指明讲，正担心 AI 会成做俄罗斯总统普廷做歹代志的武器。有媒体形容星盾对 AI 有着科学怪人的情结，担心家己的研发变做怪兽。不过，星盾的担心早就引起科技业界一个专家的警觉。包括 AI 随便使用无经过同意加无经过确认的网络资讯，并且无法度辨认真假的内容加影像。Clearly, this is a place where the current legislation is at odds with the two shortcuts we have used for decades to build AI. Now, where do we go from here? Either we change technology, or we change the law. 星盾的前头家 Google 发声明讲，会秉持负责任的承诺，记住 AI 所可能产生的风险。不过，这么业界这么竞争，星盾警告讲，连一寡带头的科技业者也因为商业的考虑，一定要开发 AI， 所以更加需要全世界立法来管理反制。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辑。咱国的北北基桃7月份特别推出1200块的月票来鼓励民众坐大众交通。来看德国伫5月7日开始推出全国通用的49块欧元的交通月票，大票大概是1622块。除了长途的高铁袂当坐其他的车民众拢会当凊彩坐。目前按算讲有1600万人会来使用月票，国家一档就要加负担31欧元。政策会造成什么影响要个观察。德国坐大众运输上下班的人有一个好消息，全国适用的单日介绍大众运输月票德国票5月7日正式开始，只要49欧元，大票差不多1600块，就会使巴士、地铁、地方加跨区域的火车坐甲到开。当局讲，这是史上上大的公共运输改革。The pass is coming, and for some, this represents a halving of their monthly ticket. 优惠月票会当互民众伫咧高通膨时期省一寡车钱，也让鼓励大家坐大众运输减少排碳。不过每年31欧元的经费要对倒来，联邦加地方政府谈正久，才同意一人出一半。对才开始就已经卖75万张。德国运输公司协会估计，全国8400万人口会有1600万人买这种月票。Sometimes it's tricky. My connection is 20 minutes late, so you have to be flexible. I love trains, but it's always an adventure. You never know when you'll be home. 德国的铁路网真久啊，真侪硬体设备拢要修理。去年长途列车的准点率只敢若65%，未来10年也怪86亿欧元的升级费用。在野党批评，发行月票的相关费用应该先用伫咧改善基础设施。德国按算2030年进前，和大众运输的乘客增加1倍，业者也伫咧扩大规模。We need to increase capacity, but it will take us 5 to 10 years to bring everything up to standard. 德国伫去年热天营运高油价，就第一遍上单日介绍的大众运输月票，6月到8月之间只要9块欧元，大票无到300块，就让全国行透透。迄当阵有5200万人注册登记，不过使用者侪甲运输业者无法度负担，这边国杀新月票。交通部表示，无排除看情形调整介绍。公司新闻施惠中编辑。过来消息咯，过来看，这里有民众伫华人德体部落一个地方发现一只台湾乌熊掉伫旱井内底。华人领管处接到通报去抢救，发现讲这只乌熊的手指弄翻乌了。医生伫现场咯，就吹甲伊的第4指手指头锯掉，避免感染。这只乌熊马上到东部中心去照顾观察。这只未叮当的台湾乌熊出现伫咧低海拔的地方内面，唔知掉伫遮偌久啊。兽医到现场了，先来麻醉做初步的检查，发现是2岁左右已经成年的公熊，重58公斤，有小可脱水。
那发现的时候呢，因为他的左前掌是受伤的，有最外面的2根手指头是受伤的，那第4只手指头呢是坏死的状况，所以呢，当场就兽医师决定就是截肢。乌熊倒平前脚的脚盘，因为和更所的限制缩掉，第4期肿头已经严重歹死，兽医赶紧伫咧现场就甲伊切断，以免感染扩大。7个大沙坡人最近跟这只被麻醉乌熊要送东部救伤中心。那这是第2个案例，那这个案例呢，也一样是由农民主动通报之后，积极协助黑熊的救伤，所以其实这对我们来讲都是一个很好的消息，表示黑熊的保育呢逐渐受到大家的重视。林管处讲，若是无细力去抓到或者是伤到保育类的野生动物，只要随通报协助救援，就未被追究责任。就惊讲是有人挑工要抓乌熊。因对乌熊身躯顶摕来塑啊，已经送去保七总队侦办。记者综合报道。花莲县政府去年办理各种教师争取，摕到头名的老师，因为复试的时阵迟到，互人检举，县政府嘛取消伊正处的资格。也毋过，这考生不服，伫去年的8月提出诉愿，今年的正月16诉愿成功哦。也毋过，这考生到打是当还未互人通知讲敢有课。家长今仔嘛去县议会定情。这位姓王的考生，去年7月参加花莲县区办理偏远地区高中第2科教师竞选，本来第1名正处，所互人检举讲考试的时阵晚到，互县府撤销资格。家长投讲是考场的人员无通知入场，是行政疏失。那这件事情呢，后来呢，当事人就提起诉愿了。所以今年1月16号诉愿决定书已完成，县府呢。这个2月4号函文考生，结论呢就是考生不服原处分，诉愿有理。依诉愿法，原处分机关应该撤销原处分，另为适法之处分。诉愿虽然成功，不过姓王的考生一直拢等未到县府通知，家长各向议员定情。每一次半夜醒来都想说，到底现在的进度是怎样？我们去年7月21号，在一夜之间被换榜单之后，我们要等8个月诉愿呢。我觉得不成比例啦。县府讲，案件有定询过法律意见，要因为评估能够在进行行政诉讼，会浪费人力甲物力，所以尊重诉愿的决定。我们是尊重诉愿决定书的一个判定的一个内容，所以呢，在后续的部分呢，也会朝诉愿决定书的一个判定，我们会征开偏远地区的一个地理科的缺额给予往生。经过8个月等待，县府虽然答应讲要开课，不过是无讲会派去倒一个乡镇，当时会当报道，互家长真无奈。希望县府会当用迄当阵考生所考调的公校高中的课情报，这是真正害予考生一个公道。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桃园市去年试办10条公车的路线，也毋过路尾只有2条路线成功转型做市区的公车。有议员就批评讲，成功的效果会遮尔歹，就是因为大多数的民众拢无了解试办的计划，所以效果遮尔歹。伊嘛建议讲，会当延长试办的时间来加强宣传。桃园市现主市有195条市区公车路线，为着要完善交通网络，嘛要试办新公车路线。假使讲成果若是好，3个月就会当转做正式路线。不过，亲像自年底到旧年初办理303大溪往回莺歌经过北德的路线，这款的一天干那坐4个人左右，只好甲取消掉。人数不足啊，对啊，那个跑都没有人啊，最主要是营收嘛。你要你没营收的话，公司也没办法跑啊。3个月期间呢，我们来收集乘客的搭乘运量，来评估这条路线的一个需求。有议员批评讲，桃园市伫去年办理10条公车路线，敢若有2条转型做市区公车，达成率是20%，而且这2条路线是往回民团大学原本有的专车路线。这本来人就知建议延长新路线来试办时间，嘛爱来加强宣传。到新北的话，方便性就比较差了，因为它的班次不多。对，它主要是到那个复兴区。大溪去双北，如果你说大众交通的话，是蛮不方便，因为车班不多。事实上，八德莺歌就在交界，就在隔壁而已。但是其实呢，一直都没有这段的公车路线，非常的不方便。
交通局表示讲，现主持司机欠261个，规台湾的客运业拢找无司机。虽然交通部公路总局释出上悬10几万的补助，不过这个要搁看。另外，考虑到疫情了后人事成本、物件起价，市府嘛检讨合理的成本，办批后个月要来召开审议会议，提悬业者会当申请的补助款。记者综合报道。云林县今年要读国校的学生只有4474个人，比去年减少200多人有4间学校只收到1个学生县政府是强调讲会照常来开班，绝对袂甲学校拆掉，也是讲合并，嘛鼓励学校发展特色的课程来升学生囡仔。最近云林县办理后学年国校1年新生报到的作业，全云林县报到的总人数是4474个人。虽然比去年人数减少288个，但是有部分的市区学校因为附近的学校实施人数总量的管制，佮加上学校发展特色教学，让市区型的学生人数再度增加。结合很多科技，还有我们学校的很多特色课程，所以这些的成绩都让我们外面的家长他可以看到，所以我们的学生人数当然就是会慢慢的增加。我们预估大概会超过150人，那比去年的话大概多20位左右。有真侪县市今年恢复合并，也是减少学校。这摆报道的作业当中，云林也有4间学校，干那1个新生尔。但是云林县是维持1个人就正做1个班的原则，坚持无要合并，也是减少学校。鼓励国校发展特色课程来升学生。云林县还是呢维持1人就成班的政策因为中央的规定的部分，只要1人就可以成班。那有一些呢偏乡的孩子呢更需要我们的照顾，所以呢在1人成班的部分我们还是在这样的既定的政策之下呢，没有改变。教育处表示，部分的偏乡学校为着要甲学区内的囡仔留好调，也有开设夜光天使班，让囡仔对1年到6年下课了后，唔免送去安亲班，也透过学校申请计划，开设美术、英文等等下领域的社团，甲发展特色课程，希望会当降低少子化的冲击。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宜兰有人用军方的名义订便当，佮要求店家都爱斗3工订其他物件，佮爱先帮伊付定金。因为店家认为讲无合理，所以就无斗3工。这民众向本地订的180个便当拢无爱咯。店家是真无奈，认为讲去拄到诈骗集团嘛甲这件代志铺伫网络顶头。有真侪民众看到消息，就去买便当，6分钟内180个便当就卖了咯。国军接伫宜兰海边咧做演训，最近国军正精心咧演训，不过所有诈骗集团利用这款机会来甲民众赎钱。卖便当的打车前人排甲长落落，宜兰有便当业者最近接到有人假做家人海军陆战队的名义，要来订180粒便当，店家伫交货迄天无用咧传便当。这个民众又搁向也要求店家都爱来联络厂商，叫店家爱付50%的定金。店家感觉讲这无对等，这便当的订单就无下落，只好上网来求助。因为那时候已经准备一半以上了，然后后面他们又突然时间到了就没有，就弃单就已读不回了，就是一直在重复说什么？请问物资落实了吗？报案啦！我跟你讲，这报案没有。消息一铺上网了后，打车前人排真长，6分钟180粒便当，各种销甲空，减少店家的损失。有热心的民众建议讲，应该去报案，嘛有热心的民众来买便当，煞买无，讲宜兰人真有爱心。我的意思是说，我来这边马上冲过来，但是没有买到，可见呢，宜兰人啊，有善良的心，有一颗热诚的心。这几年来，诈骗集团真抢光，手法一直咧翻新，连国军的演训嘛去互利用到，民众甲商家拢爱加较张持咧。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东县的新光镇甲关山镇有民众发现讲路边的树海树根唔知互灌什么物件，有3丛超过30吨的树死去警察局接到报案，已经在调查讲是啥物恶质。伫关山镇民权路中正路口，警察的居所社围墙外口有一丛4层楼悬的可能具，规丛是拢打了了。伫瓦土骹树根的所在，发现去互钻误的空，还佫互踢插伫内底。空的边仔哪像有人倒物件入去的痕迹，
附近的民众怀疑讲，这丛树可能是去用偷袭的，因为这丛树是镇公所列管的行道树，已经超过30年。关山镇公所甲警方嘛当地进行调查。因为树下有一些有人动过的痕迹，不知道是不是有人会，因为树去影响到他的生活，或者是怎么样，那去把它作为，用毒饵把它毒死这样子。我们会先调一些相关的监视器，看看能不能找到这一些相关的行为。若是关山镇有树去用偷袭，伫成功镇的成功学文化地景边仔私人的空地有种2丛树嘛去用正康倒不明的液体怎安尼打死。其中一丛面包树已经超过50年，是民众家族共同的回忆。民众是真生气，因为成功分局是已经搜证要来做调查。这是阿公在生前种的，然后另外一棵是我舅舅种的，边就是被破坏的，就是那个树没办法再遮阴了，这样还蛮难过的。警方呼吁民众，行道树是属于公有的财产，私人种的树是私人的财产，拢袂当下毒，这行为拢属于违法，嘛有可能会危害人甲其他的动物。记者综合报道。真侪民众爱啉茶，国立中兴大学上新的研究就发现讲，深色乌龙、苏九青、佮翠玉等3种乌龙茶内底的茶激素的成分，会当来减慢帕金森氏症的恶化。另外，草埔茶内底的消激素是当抑制乙型冠状病毒的活性哦。这2项研究拢已经通过动物实验，冇发表国际论文。患有帕金森氏症的脑气，行伫咧棍仔顶悬摇来摇去，真袂知。中兴大学研究团队经过动物实验发现，乌龙茶当中的茶激素会使移除脑细胞当中受损的粒线体，而且制造出新的粒线体，提供脑细胞所需要的能量，减缓帕金森氏症。这项的成果最近伫咧国际论文发表，引起了关注。这个茶激素服用之后，它就让它的坏掉的粒线体，它会把它剔除，然后再重新合成新的好的这个粒线体。就对脑神经的这个功能有保护。现代团队另外也发现，普洱茶当中的消脂素会当有效压制乙型冠状病毒的活性，减缓发炎的反应。但是学者强调，乌龙茶敢若有青心乌龙、四季春、翠玉这3个茶种有适量的茶激素，并不是所有的乌龙茶或者是普洱茶拢会当达到功效。无同产区的含量甚至差10倍以上。研究成果发表，消费者是忧虑相关市面上卖的茶品的毒症，需要有公证单位验证。当然，我觉得如果假设有这样子的话，很多厂商会开始贩售这相关的东西。但是我觉得需要就是另一方、第三方的，就是比如说学校单位或是学术单位来进行验证这样。学者认为，经过动物实验证实茶类的功效，会使作为民众用心饮品。但是茶类业者会使主动来送验，了解茶激素甲消脂素等成分的含量，有助把握产品的稳定度，建立台湾茶产业的资料库。记者台中报道。国家人权博物馆伫2015年伫白色恐怖警备纪念园区设人权纪念碑哦，也毋过有真侪人反映讲，这纪念碑的名单无完整，上新一个更新的名单，8000外个受难者，即嘛是增加到17000外个，麻烦讲各界提供意见，互这份新的名单愈集成。国家人权博物馆8年前伫园区设立人权纪念碑，有刻真侪白色恐怖受难者的名，但这几年来，真侪受难者反映名单无交整。经过人权馆重新查证相关资料了后，纪念碑的名单对白色恐怖受难者扩展到228事件。在去年，我们就参考了促转会他的总结报告所提出的总名单，那有收束了其他的补赔偿来源或者是权利回复平反的这些名单，我们希望可以整体的来呈现更完整的路名哦。最近人权馆就举办人权纪念碑录名更新名单预告展，将名单人数对原本的8000多位增加到17000多位，就互人庆过也是失踪的名单，就加刻到1800位，羁押到副监化的加共有16000多位。未来的规划伫达底石碑顶悬刻受难者的名册，希望透过完整的名单落实转型证据。讲实在啦，名单永远是无法度清楚啦。因为遐侪人吼，即马足侪人失踪的人，拢毋知影伫倒诶啦吼。但是愈详细愈好啦。你若伊这拢甲列出来吼，我是感觉讲较公平，互要研究历史的人也好，互无得较伊的第2代、第3代、第4代
觉醒起来，伊会要来找名单。陈宽官表示，即个预告单会到2号开放民间各界提供意见，确保名单的资讯敢有正确。后续既然比的名单会换新，嘛邀请专家学者、政治受难者做审查委员会，互修正的工作做甲更加集中。记者陈文曾准由台北采访报道。皇帝董明宏伊真爱歌舞戏剧，伊嘛创设梨园后世戏剧界的红日做戏成。旧历的3月18，新历的5月7是伊的生日。各地台湾戏剧学院就举办头一届的梨园文化节来庆祝。真出名的歌戏演员董美云嘛来参与，咱做伙来看卖。武场带领师团迎接梨园守护神董明宏祖师爷来到戏剧学院的广场，头一届的梨园文化节就要开始。梨园的意思就是戏班，董明宏祖师爷寿诞伫旧历3月18，是戏剧界的大代志。戏剧学院今年特别扩大举办，伫拜3为祖师爷做生日。我们的祖师爷，事实上他在过去。他在宫廷里面就有所谓的乐舞表演，君臣同欢然后百姓同庆。那我们也是把这样的精神放到这一次。当咧舞台顶演出的角色是雷海清，民间普遍尊称戏神颠倒元帅，是这戏剧的守护神。这摆的梨园文化节也以雷海清串演京戏、歌戏、客家戏。活动发起人之一的歌戏出名演员邓美云就表示，这就是多元文化的展现。无同款的语言，但是会当用戏剧的方式呈现。伫咧这个戏出内面，你会当看到无同的剧种，伊的迄个艺术的这个活力，而且甲伊呈现出来迄个精神。但是我感觉上特别的就是语言，地方戏剧都是以语言为主。这摆的梨园文化节集合济戏剧界人士拢到场，老建德表示，除了是为祖师爷做生日，也是借这摆的机会团结戏剧界，也望透过这个机会向社会推广这寡传统艺术。记者郭良随台北报道。全世界的人口拢有高龄化的趋势哦。德国按算伫2050年，医生甲护士加强会欠67万人，所以业者是正积极来研究医疗用途的机器人，要拼2030年来推出，来减轻医护人员的负担。Das ist für mich eigentlich ein Traum, wenn ich das sehe, dass ich praktisch eine Medizin, Diagnostik und bedingt auch Therapie aus der Ferne machen kann. Ich kann mit dem Patienten reden, ich kann ihn sehen, er kann mich sehen, wir können miteinander kommunizieren. 高面是慕尼黑科技大学机器人智慧机械实验室研发的老年科技产品，用来辅助医生除了基本的问诊，也可用做高阶医学影像检查。We are using the phones as a device that we integrated completely. You can see that in the metros, in the bus. So we want to use our technology exactly the same fashion. 全球人口高龄化直接冲击医疗量能，按算到2050年进前，医护会欠67万人。为补助进度，后年智慧科技的机器人正做其中的选项。研究人员咧甲时间比赛，要拼2030年，互辅助医疗机器人正式上线，正做看诊的上贵的配备。What we are doing, the first step is to ask the stakeholders, which is the caregivers, the doctors. For the what can make sense for them, because we are not planning to replace the human. We are trying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our stakeholders, namely the doctors and the caregivers. 高面应用伫居家甲机构照护，引导3共自主生活的独居老大人甲照护员。研发团队表示，智慧机器科技的发展是真有前途。就亲像即马每一个人拢会手机啊，未来机器人也希望伫专业甲生活领域正普遍。公视新闻张淑芬报道。下晡8天气，咱来看个关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2度。中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2度。
南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4度。东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0度。外岛地区上低20度，上悬29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